三人死去，两三人死去，为家人开就不袂去。求别个减缓，行道加风搁较烦，曲下难题就不袂还。有毋是惊。就算彼岸无也脚扶，脚底人行，思牵思，勇气自会来。我会尽全力帮你辩护。再打电话。茶。我现在要回办公室了。刘大检察官，爱到奈特死你啊！做乜要对爱妹啊？阿妹係本年冤枉嘅，你無嚟記就算咧，做乜愛呀？喂，你喺戲內喏，係都前望呢，都冇講，嚇。無啦，我去家屬。父妹，父妹，阿妹，做埋呢？因為你個家長啊！阿妹，你醒啦！啊！你醒啦！阿妹，你哪都冇聯絡，你醒啦！阿妹有素質，有素質，我冇聽，我冇聽。阿妹，快咁啊！好嚟，阿妹，好嚟。你講啊！夾起啦！阿姐，謝謝。妹啊，你幫我問恁老母，我過要跪偌久啦？足痛的，我頭殼攏整起來。哦，阿姐，頭拄仔阿妹有講啊，伊可能閣愛7749天才袂受氣呢。啊？講生笑呀！阿妹講提飯互你食，應該無偌久就無代志啊啦。阿姐，啊你是走去倒啊？阿妹足煩惱的呢，一天到晚攏走警察局去問。阿妹，你聽我講啊！你講我送貨，我當要轉來的時陣，拄着10幾個人要甲我拍，我閣去互因等啊甲我內底咧，有人要甲我刣啦。講個有假無假，阿姐，啊是真的還是假的啊？當然是真的。
该食啦，我规落吼，拢已经规啊短命了。哎呦，你几岁人啊？这痛的啦，较细力的啊，这啥物件啦？袂歹吼，胖公公公公胖啊。阿姐，啊这是香油啦，香阿梅的油民俗疗法。等一下还有牙膏跟豆腐乳，看你有哪一种。哎呦，哎，对了，阿姐，你刚刚说有人要杀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一开始我嘛咧想哦，是毋是以前哦有得罪着啥物人，是安那哦会安尼？但是我愈想愈毋对咧，我这几年也无咧佚佗，也无咧创啥，是安那迄群人哦，就是要治我的命。那你后来是怎么跑掉的？我去互拍甲粉过，等到狗仔内底，好佳在吼，迄狗仔无侵，要无我就无命通倒来。那你干嘛不跟我们讲啊？我惊恁有危险啊！我这年来吼，我定美丽附近，我咧遐观察，咧遐看，最近我决定吼，拢无危险啊，我才敢倒来。啊！蘑菇哎呀哪里？阿妹，我问你，你是毋是找到咱的囡仔？谁甲你讲咱有囡仔啦？是毋是啊？来啦，小姐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有事要找检察长，那请问今天有和检察长约吗？没有约，但是我现在有事要找他。那这样可能没办法，要不要请你先等一下？我没有时间等。哦，小姐不好意思，真的要先请你等一下。检察长，我今天来是想要请教你，为什么你们这么急着定李梅英的罪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李梅英的案子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。你们明明知道她是无辜的，还是说这里面其实有内情？思远，你是学法律的，应该知道法律是讲证据，而且检察官是独立办案，我从来不干预别人的案子。有热情是好的，但是也要有分寸。检察长，我想我有一件事情必须向你报告。刘建明是养父母养大的，他身上有个胎记，跟李梅英当年被抱走那个小孩身上的胎记是一样的，而且他们年龄也一样。有证据？是他母亲亲口告诉我。那我先告辞了。爸，我刚刚去你住的地方，你不在，我想你在这里。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。你有重要的事吗？跟建明有关。林星，林星，
好久不见。你也做久无看的，所以你来是为了阿姨的事情？不是，我来是为了你的代志。我来是要跟你相认的。邱厅长，囝，你知影你老母找你足久啊无？啊？你做遐尼前，你去人无伊，送互我一人一志。你处事正经，我就甲恁老母分开。这25年来，我定定咧想，你是种什么款？你会变做什么款的人？你们到底要怎么样？阿姨跑来说她是我妈，而你跑来说你是我爸。你们想要我相信什么，或是要我做什么？硬个黑你阿爸啊！你怎么做一检察官呢？大汉啊！你要判的不是阿妹，是你的亲生老母，你敢知？爸，这就是你要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？你讲啥？你不就是要这个吗？我现在认了，你要了，你得到，你现在可以走。我是你老爸啊！你看清楚，你身躯顶流的是我甲你老母的血。我刚刚已经认了，你还要什么？你可以离开了。你是安那？恁到即摆才转来？足暗的，你知影无？在伫遐创啥？去洗身躯啊啦！你是安那啦？做你的代志。心情无好？
小水。你妈的事情，我一直在追踪。你毕业那一年，我跟你妈，还有邱一郎，我们投资的砂石生意，也只是想利用这个关系，弄到便宜的砂石，来赚一点钱。结果。事情不是这样解决的耶，委员啊，一次压死这么多的人，谁来负责？大嫂，你不能把话讲成这样子嘛！我也没有叫那个房子垮下来压死人啊，是不是？我没有这样做嘛，而且我只是大家都想要省建材，谁知道那个建商会弄成这个样子？我也是受害人嘛。我们现在应该要，哎呀！你现在意思是什么啊？难道你要把责任全部推掉吗？我没有。大嫂，冷静一点谈嘛，啊！我也是受害人了。好，不要激动。你知道我们害死多少家庭？一个人是代表一个家庭，哎，你赔得起吗？我们要怎么赔啊？你觉得我是始作俑者吗？是不是？那不是你是谁啊？到底谁要来负责啊？冷静，我们坐下来谈嘛。我哪知道我查我自己。你不要在那边演戏了，好不好？你这样又能解决事情吗？你这样子。我怎么做人？那个时候，你妈跟邱一郎翻脸，说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媒体。后来，事情就发生了。我知道。一定跟邱一郎有关，但是没有证据，这就是司法最大的漏洞。没有证据，再合理的推论都不算数。我完全不敢想象，你们到底害死多少人？你是检察官呢，爸爸，你是检察官呢，你是检察官，你为什么不办邱一郎？很难吗？很难吗？立伟怎么了？立伟就可以随便杀人吗？如果把邱一郎也拉下来，以他的个性，他一定会报复。到时候会连累到你，我该怎么办？你会原谅爸爸吗？陈律师，外面有个小姐找你。好。请你帮我看看。
什么时候发现？一阵子了，只是我到今天才确定他们是真的。里面还有一份光碟，是我在建明的抽屉找到的。我烧了一份给你，里面有更多关于他们的资料。这些资料都跟你爸还有你先生有关，你怎么会把它拿来给我？我没有办法再看他们继续这样下去，尤其是建明。对不起，我突然来找你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去找谁，我不知道拿这些东西怎么办，请你帮我好吗？那这个东西你先收好，然后我钱已经汇到你账户里面。对，还是瑞士银行。反正你现在该销毁的东西就先销毁，还能当证据的你就先留着。还有，记住，小心邱一郎这个人，他在盯我们。刘建明，当年迄笔都爱，还有爱爸，怎老邱一郎做事，你做嘛敢唔老爱讲？都有在凶会用诶。俺你老爱讲，做嘛敢安尼做？陈律师，迄个唔爱爱，老李明不用听，老人讲，我可能。迄个爱爱念记还爱美，也无可能。你去甲翕问去，给勇士，做嘛甲人会创这？佢真经关心过爱嘛？你讲佢迄尔美，袂念吗？我要去练拳。只爱向前行，总袂看到天高。家里还有东西吃吗？有点饿。那个光碟是什么？你说呢？你开我抽屉。所以呢？所以你也看里面的内容吗？你相信里面的内容？那是有人要诬赖我，里面的东西都是假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到这个时候都要骗我？去自首！拜托你好不好？拜托我什么？这东西是假的，你拜托我什么？除了你之外，还有其他人看过吗？你有没有听到我刚问你的话？我说除了你之外，有没有其他人看过？然后跟你一样信以为真的，有没有？思源，我烧了一张光碟给他，他什么都知道。你等着。
怎么样？来完了。你是想通了还是没有想通了？你证据都有了，所有人的把柄都在你手上了。延时开庭，你在搞什么？你在盘算什么？你在干嘛？要把大家都整死，是吗？我只需要再几周时间就可以裁定。几周的时间，你要我信任你？几周的时间？我已经想到一个周全的方法。周全的办法？放屁！你两眼无神。这个案子已经超乎你想象了，对不对？小孩玩大车，火烧到自己屁股了，烧到自己的生活了，对不对？你照照镜子，看看你自己现在的样子，你要我相信你？委员，我绝对不会让这个案子牵连到你。就这样。去准备一下，把它解决掉。是。市员。光碟呢？马该光碟啊。林星交给你的光碟，搞本来好不好？你会光碟做马该？要光碟二度要用，你会想要毁掉全部，还是牙齿的部分？因为伫你之前，老邱一郎做 CAB 懂的，然后老法官求情。不过邱一郎老谢群雄的事情啊，我要全部讲出来，把迄本记掉，全部一判去。俺要赞成。不过，黑供资料公布出来，邱一郎不会变讲的。你身上有去搞，有生意啊？我去啦，做马该啦，注意啦。搞本来。喂，谢兄啊，哎，这么晚还在办公室，没有出去吃饭呢？邱委员啊，好久没有打电话跟你报平安了，最近忙什么？忙着关照你们家女婿啊，他最近几个案子都抓着我不放，你觉得这样子
好吗？年轻人拼事业嘛，难免会得罪啊。但是他有点冲过头了吧？有点过火了吧？你觉得他是不是需要放个假？陪林星出国散散心。当然，我就是看他最近气色不太好，那听委员的啊，就让他去度个假。听我的没错了，谢兄啊，有句话，我现在跟你说好了，家里的狗没有练好，出来乱咬人，会全家遭殃。全家遭殃。哦。阿姐。当然啊。那要紧就回来，跟老师讲煞。无呢，无讲到发啦。啊？无讲到的。那回来。而且，阿姐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觉得建明哥跟光碟也有关系。啊？而且他搞不好还有涉案，因为思源姐姐还叫他小心一点。我觉得他们都牵扯在一起。建明敢人去做歹代志哦？啊？无啦，后面关咪是坏人啦。唔是啦，有当时啊，好人嘛会去做着歹代志啊。啊是互人害啊！奇怪，你唔知莫乱讲。哪会安尼啊？阿妹，基勇唔应你做马应老给公发啊？会欠记的啊。迄讲哦，还知道佢坏，佢手坏。也下可以死，做唔得讲佢嘅坏话，对冇？陈律师，检察长，来，我们里面谈。是。这边请。有些事情要拜托你，我会把资料整理出来，都呈给你。没问题。天明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来找你。有事吗？我要跟你讲代志。我要来跟你讲做人的道理。你跑在这里，要告诉我做人的道理，你好不好笑？我干那要讲一件代志尔，讲煞我就走。阿妹。又尾都无认的，阿眼子，迄根本你无，迄毋迄你记唔错时间啊？那根本你啦。乖。陈律师，不好意思哦，今天一整天找不到检察官，所以取消开庭。好，谢谢，我知道。找不到检察官哦。那你先来找我。又尾很远的。阿姨，阿妹，阿妹，
我交代你的事情怎么还没有办好嘞？啊！要动手的时候，有一个中年男子突然出现，没有机会。没有机会。现在新的消息告诉我，陈思源那边现在已经有新的证据，谁给他的？建明给他的吧。拜托你动作快一点，不要拖泥带水。要是可以，但是就怕没有好的时机。如果委员想要快一点动手的话，是不是在有人的地方也可以？你放心，事成之后，我会送你出国。现在时间紧迫，有机会就动手。搞什么？我人到了，车子呢？车子可以给人。哎！你还没上啊！拉住！怎么的？拉住！哎！快拉下来！快拉下来！拉走！放开！放开啊！快点拉呀！放他走！放开！快拉呀！放开！放开！放开啊！只爱向前行，总袂看到天光。只爱向前行，总袂看到天光。带我来这一套想干嘛？这间电影院的头家，少年的时阵，我甲害，伊去互警察来去关，了后，伊原谅我才有可能甲恁老母结婚。要无我本来甲你一世人是无缘的。我找你来遮，就是要互你看卖，恁妈妈是一个什么款的人。哎呦，满意呢哦，近比看到又较太，又较太哦，水母嘞，嗯，他叫米，他生下来就是带你看，就是带着一的。伊细汉都足可爱，足巧的，搁一拢考第一名。你看恁老母啊少年。我甲恁老母是酒家熟识的。我是看到你老母，我规人拢兴起。你老母拄来的时阵足可怜的，足倔强的，啊那较拍，伊就是不爱听，就是不爱听。我看到过来。但是嘛是有快乐的时阵，其实无啥物烦恼的，即摆想起来。
有看无？哦，这袂歹哦。这袂歹哦。有看无？我会把公送起来。了后，酒店发生一寡代志，你母也去人拍个拍呆。等我回来的时阵，我毋知发生啥物代志，所有人拢死。规间酒家干那我一个人活落来，你无走去对我也毋知。我四界趁食，想要找伊，还佫有你。后来才知影，恁母啊四界伫咧流浪，伫咧庙会甲你生落来。伊非常爱你，你有看到无？啊？但是庙内面的人甲你抱去互饲啊！你母啊，感觉啊伫咧死，世界去找你，规个人都要气笑伊。喂，严父，看到吗？严父，哦。叫洗阿姑的，洗阿姊的，伊同顶日像，人面强勇哦。不过，伊无骗的，拢无出息，佮我没脾气，佮阮娘哦，爱拄啲脾气啊。 我伫下面死强啊，开会接落来，心肝呢，好水咧啊！我只是希望讲，你会当原谅你老母啦。 慢点呐，无能拿哦，要炖油你呢啊，有汤哦，哦，不用等哦。
就迄反应啊。阿妹，有尿的无？冇事啦。阿姨，你还有偶尔菜神，做唔得安尼做，菜些就不够爽快呢。阿妹，哎呀，林心姐姐有表演，恁叫我来去看好无？心情会较好着呀。好啦好啦。你有想做地戏吗？会啊，叫我来去啦。好啦，来去啦。红叶子，叫我来去啊。叫我来去啦。啊是要搬啥？你莫吵，你今日去带啊？啊，你差一点仔也袂瞓呢。你莫管。有看到建明吗？没有哎。林星给我的资料里面，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邱一郎。我很高兴你愿意做无脸证人。谢大哥，你这样是何苦呢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约你来这里吗？这里晚上特别安静，真相跟谎言听得特别清楚。哎！真假讲不假，心拄有假所在，假地方拄是爱所在。月光花花，漫山遍野，虽然知不心真爱，不想一条线在电祈祷爱心。
这门不爱行起来，人海也做定爱，悠悠通通，显显做地轻爱入光，困电机任来任往的出戏，一霎人爱还做你了，笑来笑往加油爱两万行，一生沿路爱行下顶，hen用伴来多爱心度，花开花落春去春又来，虽然老耐加心。